呢個印度仔靠住佢自己搭建嘅一個 AI 工具，咁就賺咗1萬個客翻嚟。呢個印度佬叫 Sharon， 佢喺2022年嗰陣時，有一日佢發現咗一個問題，就係每一個嘅 YouTuber、播客主、記者、學生，甚至乎老師，佢哋每日都要面對緊一個嘅噩夢，就係將佢哋嘅聲音變成文字。舉個例子，當年如果你想將1個鐘頭嘅訪問嘅錄音要轉成文字嘅話，可能要揾人用4-5個鐘頭嘅時間去到做，過程又貴又慢又容易出錯。Sharon 佢就諗緊，而家 AI 咁犀利，點解唔用 AI 去幫人哋解決呢一個問題呢？於是佢就用咗呢3個嘅工具，就砌出咗一個平台出嚟啦。呢個平台叫做 Scribe Buddy， 你只需要將你嘅影片或者錄音上傳俾呢個嘅 AI 工具，幾分鐘之內 AI 就可以將你嘅影片或者語音變成文字稿、字幕，甚至乎翻譯，而且佢仲支援100種語言，準確率高達98%。而家 Scribe Buddy 已經服務咗超過1萬個客戶，佢嘅客戶仲包括美國頂尖嘅大學、傳媒機構同埋一啲嘅大企業。呢個印度仔就係靠點樣睇通人哋嘅痛點，揀啱 AI 工具去搭建佢自己嘅 AI 工具，咁就喺當年打造咗呢個平台出嚟，咁就賺咗1萬個客翻嚟啦。關注我係 Andy， 下次帶你睇下一人公司點樣用 AI 成功創業嘅真實案例。